家平安。平安。这是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吟诗，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是257首，257首求主运行教会。特别爱注意，求主运行教会，叫气氛袂心志，分岛心灵要花的火，用你万灵的气，活气的气，来，咱来念第2首，第2首是535首，是圣诗535首，好，认真请咧大单。眼睛下的多大，把天开大天锁，把地球换给小心，那个是主里的我，上帝求心心行，就算世界漫漫长，心可求主。唱完才唱，报福气，互你甲我。当然有人咧和声咧，就福音钟直直弹，才个和声直直弹，再接报福气，互你甲我。咱副歌过来一遍，好无？副歌。副歌。福音钟。万国天开大天锁，万军地动，不听后里的我。好，咱第3首嘛来吟一个，曲目无啥共款的，无乐天地，万福本源，390首。390首。关你。
好，请这是咱大家用欢喜的心、敬虔的心来敬拜阿拉主，请咱大家起立来敬拜赞美。来，把鼓来，咱的主。你的稳定真正大，你的印刷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一路顶最高。咱着少年你的稳，你的有存，我在的那面家话，万个的。
谢都归给我们的真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用更渴慕的心、更敬虔的心来敬拜赞美他，请坐。新的一年，我们求主保守，让我们有新的意向，有新的方向。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正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愿你来。全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愿你来。神灵引领，春天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正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。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愿你来，也要唱。
荣耀的主，荣耀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来，全地都要渴望欢呼你的到来。主啊，我们渴慕在你的面前寻求你。主啊，我们深知道主你喜悦的事，就是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。你所喜悦的事是让我们为主而活，来为主做工。主啊，你所喜悦的事是要我们来传扬主你的福音，尽心尽力的来宣扬主你的奇妙的恩典，还有你所行的事，所行的心事和奇事。主啊，你真是伟大。主啊，我们要歌颂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也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泸州教会，透过牧师、长执、会友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泸州教会，将近150周年的泸州教会，求主来在这当中掌权，行你的心事，也行你的奇事，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，求主帮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依靠你，全然的依靠你，奔跑前面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伊的名的阳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阳光。
就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甲遐通听，因为你的大宽容，你的对德要下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罗你，要吟诗学罗你的名。六兄弟平安。咱圣诗，咱先开新圣诗第257首，求主分享教会，请您专守，请你。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。虽然全球疫情严重，但是台湾只是小部分的客群，愿上帝的圣灵降临，消灭病毒，互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，袂过日咧惊吓的日子。最近天气寒冷，请你保守遮年长的，受到感冒。身体拢健康，也眷顾咱泸州教会，大家有合一的心，为着教会事工来打拼，互咱泸州教会愈来愈兴旺。我来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以赛亚12，我来替恁来念。伫迄日，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受气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你。这声。伫迄日，你会讲。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
色安的人啊，就欢喜唱歌。献诗，咱听信外边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就是诗圣诗612首，境遇好歹变化无定。圣经，咱现为新约圣经，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23。圣经上后面32页，我来上读上帝的话。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，就挑伊家己的路簿，将所有的交代因，一个互伊父亲，一
个互伊2000，一个互伊1000，各照因的材料就去外国。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意，就趁5000；领2000个也是安尼，搁趁2000。独独迄个领1000个的，伊就有地来放物伊的主人的银。过久久，遮个路博的主人甲因算数，领5000个来，搁带5000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5000，你看我有搁趁5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，搁尽忠的路博，你伫少的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做，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2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2000，你看我有搁趁2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，搁尽忠的路博，你伫少的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做，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1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我知你是严下的人，袂野的所在就袂收割，袂分散的所在就捡做堆，所以我惊，就将你1000文去栽伫土里底里，打你的原面害你。伊的主人就应讲，歹搁贫惰的路博啊！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，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就着将我的份下伫钱店，我来的时通得到我的本钱甲利息，所以就对伊摕迄1000来，互迄个有10千的，因为见若有的，要互伊有剩，无的连伊所有的也要摕伊，也迄个无利益的路博，赶伊伫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要有皮靠，大家切起以上。请起立，咱来坐念新的诫命。讲道，咱请陈国成牧师来讲道。迄个题目是不断宣教的教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看到大家。上帝时阮伫咱的身上，今日的敬拜也是非常会水，非常的美丽。盼望今仔日每一条时光会当感动咱兄弟的心。愿主来引带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愿上帝你听阮，自即阮的脚步来到你的圣殿。主凡若有诶，要搁加互伊，叫伊搁有剩，无诶，连伊嘛要摕过来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看阮所有诶，搁加倍赏赐互阮，加倍来扩大阮的教会，互阮的心得到主你的养赐，来得扩大。感谢而乐，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经文是一个耶稣的比喻，讲天国，天国是一个咱亲像一个人，伊要去外国，就叫伊落国来，甲伊的家业来交互因，来交互3个，即3个是甚物人？即3个绝对毋是我。
是伊，敢是即三个是啥物人？是伊，是你，是啥？是我啦，哦，你我他啦，那个边人够就是你我他，就是你我他，这边都没有动作，都不是你吗？哦，你我他，对，哦，不要指责别人，哦，我也在这个当中里面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段经节咱拢真熟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他。那谁要领5000？谁要领2000？谁又要领1000？哦，所以到底是什么人要领5000？什么人要领2000？什么人要领1000？政府讲啊，这个消费券要大家，有5倍券偌济？还佫有剩咧举手。哦，感谢主吼，台湾的经济佫会当复兴啊吼，你咱紧家讲我还袂用了，是我袂记得吼。咱政府拢有咱5000个，咱每一个拢是领5000个吼，甲边个讲你有领5000吼，你会领5000吼，所以咱爱去做生意来赚1万块。所以这譬如上帝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拢参与伫这个内底，是5000个，是2000个，是一个1000个。拄着即个经济的情形，互咱每一个人拢领5000，大细拢有。我听讲囡仔有只要身份证号码，只要有身份证号码，就每一个人拢有5000。所以感谢主的听，咱是迄个领5000。但是今仔日耶稣强调，迄个领5000甲领2000个，伊马上去做生意，随时就去，随时就去。马上就去做生意，这动作真紧，真有效率。主人交办的代志，伊马上就去做生意。所以领2000个嘛是安尼，所以领5000个趁5000，领2000个嘛趁2000。经济学家，甲从事投资的人来看这段的经节，这是经济的效益，帮助咱的经济会当活络。的一个论点，所以这个内面有投资的观念。在做有人可能你是做小本生意的人，也是做头家、做事业的人，也是你有人即摆拢有电商伫网络顶面咧做买卖，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。无论你做啥物款的生意，只要有经济的往来甲交易。这是一个经济，这是一个消费，这是一种咱有需要、有需求，然后就有供应，一种需求，一种有需要，一种供应的概念。所以，如果咱来做生意的人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生意？为什么即摆有一个人伊咧做这外送无论是Panda还是迄个 Uber Eat 要知 Uber Eat 是啥物意思嘛？当咱伫3级警戒的时阵人叫 Uber Eat 迄就是乌鸦送食物啦。Uber 的就是鸟嘛，就是黑色的嘛，黑色的鸟送食物来，大家叫 Uber 送食物互咱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听小咱伫这经济。伫这3级的境界时阵，咱的经济也是要搁咧活络。咱的进出口咱的出口创新高，经济成长率创新高。但是咱注意看，伫3级的境界内面，也是即摆疫情愈来愈紧张的时，其实生活是有需要，消费是有需要，人嘛是爱生活、爱食、爱穿、爱用。所以咱做生意的人讲做生意爱趁偌济，趁啥？对半，来做生意来讲，咱若讲这个物件是100块，差不多伊的成本是50块啦。总是伊的成本若发到20块卖100块，安尼伊的利润偌济？有8十。当然，即摆很多价钱都很公开化
所以很多现在做生意的很难做，就说价钱去查就知道了。哦，所以越来越公开化，就造成很多生意它已经没有办法，都是很公开的。哦，所以咱看到菜市啊，婆婆妈妈伫遐，3、8、50就爱抬价，哦，3块爱抬价，什么物件爱抬价，伫遐画来画去，吼，所以100块物件就爱画7、9十、8十，为做生意讲实在吼，赚10块尔，还可以抬价安尼。哦，这是咱共同生活的经验，特别是在座这婆婆妈妈，咱若有去菜市啊，也是咱去观光的所在，听讲观光的所在会坑，啥物货会坑，这个观光客，所以1000个物件来先甲抬对换，才出价出500，有的所在你存就互你啊，所以感谢上帝，5000个、2000个，去做生意哇，这菜市就非常的热烈，这领1000个呢。哇！领1000个，伊就紧啊，涂骹我一个空家扶地，然后甲1000代志，伊无去做生意，伊要去做生意，就无市场啊，就无咱的需要就无有做这买卖。所以主人来的时阵，发生啥物代志？5000个讲主啊，你有交代我5000，你看我阁有趁5000。耶稣甲伊安怎做这个比喻？耶稣讲，这主人甲伊讲好，阁尽中会落卜。这是另外一段对这段经节的解说，好，搁尽中会落卜。所以领2000个嘛是安尼，领2000讲主啊，你看有2000，我搁趁2000，所以这领5000甲领2000个拢是好，搁尽中会落卜。第三，对这个经节的解说，就是讲，通入你主人的快乐，通入你主人的快乐。好，搁尽中的落卜，到通进入主人的快乐。这3个落卜伫外面咧走动，5000个搁趁5000，2000个搁趁2000。好，搁尽中的落卜，进入主的快乐的内面。所以，通得到主人的乐乐，是爱努力。做生意无一定是稳赚，无一定是稳赚，但是1000个你无去趁，你无去努力，嘛无可能去趁1000，所以主人安怎回应？主人安怎回应？主人讲你实在，你1000我要甲你退过来。这罗卜安怎讲？讲主啊，我知影你是严海的人，袂业的所在你要收割，伫还袂分散的所在要捡做堆，所以我惊1000块我放伫遮，物件佫行李。所以领1000个甲主人互伊的物件原封不动佫还互主人。这主人是啥物人？咱知影是上帝。这主人是主，是咱所信用的上帝。所以主伫咱的心上有哪有放5000、2000、1000？有哪有放遮个本事栽雕伫咱的心上？这段经节嘛，当佫另外解说，就是佫按栽雕佫按栽雕来想事互落卜。但是主人安怎讲？歹佫变大会落卜，来回应这1000个。所以主人就摕这1000块来，互迄个领，迄个趁着10,000个，趁着1万个人，互因去分。所以这是一个无利益的萝卜伫外面家己切去伫遐去，在外面咬牙切齿，在那边哭泣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，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尽忠的奴仆，有这个资格来参加这个盛会主人的快乐。所以对这譬如来讲，咱知影讲是你是我是伊，那你要伫对？你要咬牙切齿吗？你要当咬牙切齿的举手。没有人，对啊，咱拢要做一个尽忠的萝卜。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，若读到即个经节，咱会是想讲，我无爱做迄个领1000的。所以另外一个想法，咱来想，无论你领5000、领1000、领2000，拢是分数。但是有人讲，主啊，我刚领250尔，会使无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预知说可以。所以你看，可以领500，可以啊。或许我只有5块钱，我刚5块尔，要安怎？
我有够含慢的，我都无迄个才调甲能力，上帝甲我赏赐我5箍，啊5箍我会当安怎？我家己做生意，我去投资，我去努力，我5箍趁10箍，10箍搁趁20，20搁趁40，40搁趁80，80搁趁100，100趁32，32趁64，欸，我等下1000啊咧，我等下1000啊咧，哦，你做生意的吼，做生意的1280块，640我再去赚，1280我再去把它投资下去就怎样？哦2560，我也领2000了，只是要经过8次的努力了。所以呢，勤能补拙了，哦，勤能补拙。我的恩赐如果比较少，我就多努力一些。如果咱的材料若是较无好，咱就较努力。领5块做8届生意变成1000，做9摆生意变领2000。如果伊个2560，伊个甲努力者就变成5120，5120，伊个努力者做10摆的生意，伊爱努力10摆，伊就趁1万。哦，所以这领1000的，伊是爱较努力的。所以上帝讲，即个上帝讲啊，即个主人安怎歹，搁平淡的路途。哦，如果即个譬如若是讲领5箍就好啊，吼，即个5箍就爱经过10届的努力，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讲即段经节咧甲咱讲。所以讲伫小可的事情中，伫大的事嘛真中，这是路加福音10章10节吼，甲咱提醒。吼，所以讲不管咱上帝互咱的能力是偌济，5箍也好，1000也好，2000也好，5000嘛好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分享一段小小的故事，就是咱2月13号到2月19号吼，咱预告吼，希望疫情也不要再扩大。好，让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到教会来线上礼拜，好，线上祷告会。去年暑假咱也已经有甲韩国首尔的3日教场的教会做伙来祈祷会。这个教会人数偌济？10000外个人。牧师，我遮济人哦，牧师有遮济人哦。目前台湾的教会台湾的教会。不管是长老教会，还是外教派，也无10000人的教会，1000个人有，吼。当然，牧师毋是讲数字大就足好，吼。我毋是即个概念，吼。我毋是即个概念，是要甲咱讲其实教会嘛会当真侪人，庙会当真侪人咩？吼，咱伫即个所在咱看，吼，咱就知影讲咱的好厝边，吼。吼，人安尼吵，咱袂去甲讲庙足大间啊，遮侪人，咱袂感觉足奇怪，咱感觉好平，咱足平凡的。教会足大间的就安那，就甲迄落。咱嘛是爱有即个概念，吼。不管是细间的教会，吼，伫庄骹，伫都市也好，伫倒，不管伊偌大间偌细间，拢是上帝的教会。即间教会。我当接触的时，就互我非常的感动，吼，互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因伫90年代时吼，1990那个年代，牧师就带着短宣队，20个年轻人就来台湾宣教，牧师就带这20个青年来台湾，这台湾迄当时对这台湾福音有负担，我着少年人来遮底选，20个，后来过当年佫增加5个，25个，了后变30几个，了后变40几个，到1999年的时候，暑假来80个，来80个呢，80个，咱教会即马在座，可能差不多嘛80个，80-90个，这人讲歹去台湾底选啊咧，教会若是走100几个，歹去底选啊，所以因的教会迄个时已经增长到3000-4000个。所以已经有法度派将近100个人去底选，到2009年已经有350人来台湾底选，到日暑假已经500个，所以平均10个人就派一间教会去底选吼。所以因甲咱台湾合作的教会伙伴有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，感谢主，来底选的遮个青年，遮个。因的青年也是信徒会友也好，因是爱家己出机票钱的，
伊毋是讲教会爱补助你，爱机票拢教会出，你着去底选，毋是，是家己爱出机票钱，所以因非常的愿意，因毋惊困难，我靠上帝。所以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讲，凡事着做恁的模样，着安尼来调磨，来扶持软弱的人，着记得最后所本身所讲话，互人会比共体搁较有福气。所以因是愿意来分享，分享互台湾的教会。所以咱旧年有接到礼物的，感谢主，这是一种听的分享。你若感觉讲我有接受到，我搁愿意分享互人，这个听就会加倍。本地这个听是安尼尔，咱搁分享出去，就搁加倍出去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5000、2000的，就是你愿意搁付出，就搁有加倍的收成，有加倍的效益。咱看即间三密场的教会，因是对于100个人成长到1万。伫1980年代时，因教会只有100个，是甲咱差不多的教会。嘛无较大，嘛无较细，就差不多就是人数就是安尼。总是因咧做宣教的时，就有使命、有调命，有真侪故事。为少年，为这大学生做起，然后这大学生伫教会到伊升过毕业的时，因有缘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去传福音，去地宣，暑假寒假就是因去地宣的季节。平常时要创造就装备，基督会就是装备读圣经、小组聚会，然后时间到就好调，大家来参加营会。迄个地宣，因伫韩国就去庄卡海边山顶的教会，长阳的，长阳参加几6届，你若问伊，伊也经验真丰富，伊嘛参加即个地宣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就是有付出，佮加倍；无付出，原封不动，1000块在那里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为什么要旧年迄个3倍券？前年那个3倍券很有意思的我们出1000块，然后政府就变成3000块嘛咱用1000，买着3000块，赶快就这个效益就造出来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要做一个不断宣教的教会。所以伫即间教会，诚做一个模范，互咱会当学习，伊不断宣教，上帝就加添因人遐，对100个人到3000、4000，到即摆有差不多1万外个人。当然，韩国教会有韩国的背景，咱袂使甲伊讲因的模式伫咱的处境就法度。我毋敢讲100%，总是咱若是会当讲亲像2000个，咱无领到5000无要紧，咱2000去做。咱是领5箍就好，无要紧。咱台湾的教会拢较弱小，无要紧，佫5箍、10箍、20箍拢无要紧，着去努力，爱较努力，爱较努力。1届、2届、3届，总是袂当拍破，就是迄个宣教的热情甲使命。今年马街来台湾150年，咱来讲学马街带门徒传福音，怎么学马街？委身、委身伫即个所在，怎么带门徒？我爱装备嘛，我爱装备，我爱学习，我爱真正有即个会当来引带人，对无？那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传福音是啥物？使命。这是耶稣甲咱交代的使命，所以咱第一，咱来不断祈祷，常常来恳求。韩国教会，互我本身真好的学习，就是因的祈祷会。咱的信徒嘛有讲，啥物祈祷会2、3只尔求上帝帮衬咱，咱实在嘛是爱认真伫即个所在，因为啥物？早天祈祷会，5点就开始因为通宵祈祷会，祈祷甲跨凌晨0时0分迄个0秒，有伫山顶祈祷，所以祈祷是带动圣神感动，会开力，来帮助。伫德国有一间教会，24点钟356日，拢一直不断咧祈祷。
啊，伫韩国嘛有一间即种的教会，佫是长老教会，泉州安提阿长老教会。哦，这是因的正统的长老教会哦，毋是讲啥物一般啥物外教派什么，长老教会哦。一日24点钟，一年356日，祈祷室拢有人伫遐咧祈祷，就是保持有人伫遐咧祈祷。所以祈祷就是教会运行的心脏、复兴的动力。这就是祷告的操练，祷告很需要，爱不断祈祷，常常恳求。第二，爱有领受异象，坚定的使命。箴言29篇18节讲，无密使异象，百姓就放纵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异象有偌重要。无异象的教会，就亲像大海的船，要驶，毋知要驶去佗，无有方向。有异象才有努力的方向。迄领一千个，伊可能无啥物的异象甲使命，伊只有伫遐原地踏步，最后手中原封不动1000箍。愿圣神感动咱使徒行传中心的经节1章第8节，就当圣神临到你的时，要得到灾难，伫耶路撒冷、遍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最外干净。咁嘛，这嘛是真做咱教会一个意向，将福音来传遍泸州每一个角落。愿上帝嘛帮助咱，咱爱有传福音的使命，搁来为主做啥物货？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传福音的时爱有带出信仰的歌号，是一个见证。第三，咱来发挥材料，来照光咱的乡里。每一个人拢爱发挥伊的才能，所以今仔日这段经常叫按材料，按材料来想事吼。所以咱嘛爱发挥各方面的能力来充实教会，爱有积极的作为，亲像5000个，伊随时去做，积极、认真、忠心，佮得到果效。迄1000个，伊就无勇敢向前的态度，伊心中只有讲我就1000就好啊。有可能伊若1000去做生意失败，我毋知影主人要安怎甲讲。但是主人嘛会讲好佮尽忠会落步。咱知影马甲伊来台湾，伊宣教的果效，伊是因为宣教才来台湾，因为有即个宣教才来台湾，然后伫台湾带出传福音的效果。所以伊嘛是带文道嘛，又栽培伊的学生，伊的文道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咱爱用上帝互咱的，无论钱、时间、才能、材料。所以请咱投资咱所领受的，伫信仰甲教会，来使用出来。在上帝角度，海当得到加倍的成长。分配的任务是主人，是咱的上帝。咱毋免甲上帝计较，我只有5箍尔，我只有30箍尔，我无到迄个1000。你咱毋免去计较，咱嘛毋免去心生讲伊领5000。咱爱去想讲，你有积极去做无？所以如果咱只要重心完成上帝所交代咱的任务，照咱的材料发挥，领5箍的，嘛会当正做5000，嘛会当正做趁1万。所以今仔日会经在甲咱讲，要加倍原本阁有的人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当咱去见上帝时，上帝问讲：你趁偌济？有啊，我趁足济啊！伫世间10栋厝，毋是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当咱面对上帝时，我有带领人来信主，对毋是？咱面对上帝时讲。我有带领灵魂来得救，这才是重要。讲遐姊妹，泸州教会是马街因为宣教所结出的果子。第4粒的果子是带来复兴的动力。今日是马街来台湾150年，所以咱咧想讲150年的台湾是生做安怎？150年生做安怎？迄是一个咱无法度想象的迄个年代。马街来到台湾，带着福音，会开咱
咱知影侵法战争哦，若讲中法战争，清廷跟法国战争，咱泸州教会是用拆甲一丛树仔都拢草皮都寸草不生的。但是迄种的对立的时代，马甲搁中建泸州教会，哦，迄时阵叫九日礼拜堂，叫和尚州礼拜堂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一些所在决志，亲像领2000、领5000的路卜，嘛检查咱只有领150嘛好。吼，伫北台湾当结出咱今日所看的教会吼，互咱会当认真。所以当教会来当用心去宣教，用心传福音，相信上帝甲圣神会带动，互咱复兴的方向来行。所以，愿咱的教会是一个会当关心咱的社区，关心咱的厝边，关心咱的校园，关心咱即马所面对老人的社会，关心咱即马青年、青少年，关心每一个家庭所面对的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加倍赐福咱的教会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感谢主，安尼好，会使啦，安尼声音也可以啦，也可以直到天庭。上帝听见咱应好的声，亲像5000、2000的，大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阮领受你的恩赐材料，无论阮是有偌济的恩赐材料，主你赐福阮。阮知为着主你的使命，我莫做一个干那，亲像迄个领1000的，干那会晓消费，袂晓成长。袂晓搁去来，扩大2000要变做4000，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付出，用阮的恩赐材料，阮相信上帝你会加倍赏赐互阮。献上祈祷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才献开第535首，福音真声在大谈，再去听。Say
请事业同工。咱来献花，这种个期过较下底紧步。因为马太福音25章第29节，咱做伙念两遍。来，因为若有诶要互你，互你有春，无诶将伊所有诶也要摕伊。因为你若有诶要互你，互伊有春。无诶，将伊所有诶也要摕伊。马太福音第15章29节。即嘛报告，先报告新朋友吼，郑小芳，咱足球足几好啊？就甲阿去做，美丽的朋友啊，消息报告，本会消息，民主文条主播陈忠新牧师1月13礼拜四透早，因讲天家原姓名亲自安慰牧师娘甲遗族。陈忠新牧师伫1984年甲1996年牧会伫咱泸州教会。第二项结婚喜庆。1月2本礼拜六上午10点，李淑珍长老为着第三后生杨伦杰甲黄殿涵小姐，伫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邀请大家观礼，恭喜原主祝福。当天上午婚礼后有列名留念11点，孙长老有传迄个婚礼爱宴，请大家留落来分享。有照疫情中心的所定的规定去做吼，所以你拢毋烦恼，应该拢照迄落
搁第三个幼童音乐亲子课程，隔周拜六下晡5点到5点半，对象学龄前幼童，林建牧师指导，有要参加的请接续林牧师。第四，合唱团约束会2月19拜六下晡2点到4点半，树林教会。邀请信外队甲喜爱信乐的兄弟姊妹踊跃报名参加，免费参加。伫1楼广播栏填写，今仔日报名为止。第5，教会清送会友，新春的春联礼拜后伫1楼招来岛所处送完为止，清送亲朋甲好友，请适当的所处。敬祝各位兄弟姊妹新春喜乐平安，福杯满溢。第6，新年度的开始，欢迎弟兄姐妹新春在位奉献，请大家遵守主的诫命，奉献蒙主悦纳祝福。第7，每礼拜三暗时8点，查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查考圣经，守望教会。彼此代祷，得力蒙福。第8，每礼拜四上午10点，相连乐龄学经班，欢迎相连团契，甲新来的无大友踊跃参加。尤其是阮有9点半，伫咧有迄个苏花节吼，有操阮迄个拉筋运动吼，想要健康的兄弟姊妹吼，请来，对身体足大的帮助。会议报告，请大家家看吼。团契消息，同心团契，台语礼拜结束后，前往蔡文珍兄弟府上，举行同心团契1月份的例会。第2，儿童主日学寒假音乐乐动课，1月24拜1甲1月25拜2，下晡2点到4点。律动舞蹈、直笛合奏、歌唱、歌唱超级选修课，钢琴甲舞蹈，每一摆100块，2摆用200块。招收的国小1年、6年、1年到6年级的学童，欢迎邀请亲戚朋友的子女参加。报名请辅助理学老师培养儿童的音乐喜好，并启发音乐潜能，成做服侍上帝美好的器皿。再来，肢体相通为肺炎疫情祈祷，恳求上帝以及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人员，赐下平安，甲阮同在。保守台湾全体国人会当度过这难关，疫情冲击经济，愿主赐人民开经济外路。再来下底有一寡欠安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为着这来代祷。以上无主要我公布，无吼。无咱上吟，咱来行为圣诗上吟第390首。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请您选手。临时完请牧师来祝祷。我。
倒。愿耶和华赐福保护恁，愿耶和华的面光照恁，施恩互恁，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顾恁，赏赐恁平安。愿最后所基督殿爸上帝听从圣神，甲咱正三甲地地对即时到，永世代无尽。咱免可能去啊。